都专门来油面锅里吃粥呀。不晓得于师傅里讲等等里发粥，等等里发粥，哎呀，这个啦。许娘娘差阿福东儿出来行一道高浪嘛，已经讲得沸沸扬扬。初三后少人多着。东儿得大心，跌打之冲要进本位府的十道房厅上，逼老娘娘都下轿。阿父啊，说不好在，不好在。你了也动静些搞做啥？老三虎到高浪去颠颠倒倒，不知那闯到油面过去，狠子张王八，吩咐过有副台当里西人，冲山上台救鱼。要是救服了你讲的，我的告诉莫大东与流亡一下，出门后要烧杀他个呀！真个假？一个人哭过来了，油面过里。哎呀，那么大龙发你有个亲人啊！我不得也上枪子呀！不晓得姑娘那边上一天没发得脸子，什么子？俺是四个药，他提毛的结婚子张王芳，全服了语言十个。哦呀，不，好
天在弄到你屋里下来，哪么哪呗？哎呀娘啊，这便是人世海无。母女两家头觉得手足无措，实实的怕人到油庙锅里向去帮帮的，问问到底哪情形，一批一批人去有啥个用呀？难记得到。没办法，只好张相地做了巨人八法，爱上初三能够落雨嘛，真是顶顶好。让屋里向么觉得这个辰光快得急，到初二夜里向四更多天，还算是已经达到初三的日子。富代东人吩咐过有一正到至有庙过茅棚里，初三是正日。为读书表示神心，富代东人手定诗人们关照几把步，好少给起请新人出来，对对实实，弄点点心不离吃吃，到天亮那么清理上台，几把步邀请过来，大户门关了，来开门，叭，许多专人吃得最是肉头，听见把门，心在发抖。就看我两小道士让大客中，小道士啊，小道士啊，星星，你呀，做啥不你们？我对你拉把门，不能把门哇，啥都不能把门。昔日人之阴阳说出来，谁要办夸在？真的？开门，叭！嘿嘿，实在是个让我去开门啊！开门。现在是过来开门一看，没4个旗袍。根本没还说等一等啊，我马上请新人。回到里向，新娘，把你猜到实在是该。啥人啊？我头来4个旗袍呀。哦，4张地袍通吃。送个4张地袍，4个旗袍来呀！旗袍啊！哎。一听我上走啊！现在就9月份，啥么子是山了？说不出个来，你原本那么9月这么过难山呢？是多想想3吧，总归王是王，不过酒么也像个酒的样子，但自家身上一口。小道啊！哎，新娘，我要问到师傅啊，加几样么子？这样么子你刚才在说啦？头浪向加一点梨花骨，梨花骨；身浪向加一件大个发衣，啊，还要加一块石板。石板。昔日石匠啊，才要怕用上的。这样子，现在是做女的，衣裳帽子才还拿旧的，石板你师傅才是吃高高像熬石板，可那种腔调不像旧多了鱼，我等下烧干。我个像熬石板说他师傅要骂我个，就我个毛头个弄弄着，我去啦！现在要慢慢的，石板要没法叫，要叫像熬个。那像我块毛头个本话对，你当学的叫西人发眼啊，看得来怪里的嘞。哦哟，可是真正还不像给你看得吃个呢，跟我去弄着。小孩么子在里相信啊，来个。头浪向打进去，他梨花骨一打，自家衣裳发脱了，随拿的发衣一走，小白，那晓得像啊，像我快的。晓得是啊。哎呦，新娘，那可阿等样啦。哎呦，啥时候人家衣裳不要紧张了，人家一来是那个啥子等样。我新娘啊，我打算来上那个。问题是啊，你哪得晓得？今在初三的老要落雨场。你们里做啥啦？老想我的本事，年纪轻轻要学本事，喜人欢迎的。儿子，我发8岁，你讲给我听啊，讲不来听。哎，不过呢，外头不能瞎讲。外头不想讲。我这个很多两高的。你什么？哪晓得初三落雨嘛，才看得上眼睛。哦，看上眼睛了。哎，眼睛哪着？打出门。哎，对，啥天？眼睛在天上一看，一看没哪着？这是太阳，哗啦啦，不是地下来，这个叫不会落雨。这是红云密布，滴滴答答洗过来，这个就叫微落雨。你也晓得个？知道刚才晓得不？这么晓得是我倒要看看呢。你看看我吧。这是红
远的步，不是地下来这个叫啥？这个叫银子体。那么他呀，哗啦啦，于是地下来叫啥？这个叫完美体哇。那才晓得管，谁晓得管？那么问我这啥？新人还不够晓得个两来呀？真的？哎呀，新人来当个雷不是？新娘，昨天发10分口口，昨天发10分口口。你到这里有我本事，咱们来听啥子啊？太上老君，这就是令进。不对，新娘，马上这就是令进了，这就是令么吃完。你不还吃噶？还吃完？新人还进的。你哪还进？因为新人搭饭人还有吃进的，底下要决战的呀。那么这吃不进嘛，要10本的。是的，这个来，走吧。哎呀，个门开高的啦。一直这个样子。新人吃这个嘴叫苦不开了，你猜？这么难念？现在是啊，后来我叫搬出去吧。哟，新娘不得个种个腔调，我要搬出去了。来，新娘了啊！哎，住嘞！哎呀，来，万一早，自个最没法子的。一早已经搬出去，没早有人拖来了哇！不高兴子？不高兴？不高兴么来打我弄外头一早叫搬进来。哦哟，有的搬进来，我还是搬出去吧。来，新娘，哎。做嘞，现在是家里向望了望，叫几个来补。来吧，当心啊！两个小道士一左一右，实在吃得不来。几个人他一步么忙正前头来。来了郎过来，副队拉着灯好了，老有忙过一口嘛哎呦！这个新人吃得够那个腔调了嘿，眼口呢，眼睛里个嘴要滴出来夸子。连蓝鹰做小鸡子个拿来个小蛋子做来了嘿，可从那个腔调哪会得就少个鱼？狗些辰光还是要带句呢，大领本无辜有妖精打上一步。先生，方不女才之言，在谁呀人？许多者口口没吃在，肚里结果清爽。天后，副队方班，我当年耍个有家，地方上想服落雨，你到总管不责任家啊？忙是哪一台？农业我叫说啥？要心狠手辣，我把中国西在，上你个枪，出去也是好。现在啊，耍然后了让对接，啥个对接呀？是啊。副队同仁啊，副队同仁了进来，好太低的老板。副队同仁了进来。哦，副队啥个同仁？写个副队把这把菜。哎呀，气死我！后面个崔来头喷到一面孔，我搞一个个嘴破起来。本来呢，请来大里向坐一坐，吃一口茶，再吃点点心，再请来酒。哪是不高兴的？来啊，命他说等待啊！几把是看大人的面色，你这个蛮不客气，走！哎呀，别开了！老李也进过来，搿只讲台随了有面过举重，抬高山上三叉。宫中分3层，上一层供玉皇大帝，当中一层天尊天将，下头一层四海龙王，最为864步，264过，差28米彩旗，28薪水。当中接到一块扎笔4个字：上扬飞虎。他的口才奇奇即将有余，边上有张天不落盖。可以上去，你要拿他妈可以。2个小道士要经财务之前之间10道这样的要求下来，我马里不要不下来，帮天吹他是一头烧杀的。等待来怕一下来的是读着一道这样的，一看天刚巧蒙蒙亮，这个风吹过来，认得觉着稍微爽气的。
一看嘛，他是高语，发呆，台上向行事碑、桃木记、临时记、一切应等，少这样的么子，统统在是。两半边位于几把位置，几张台子。那么呢，你们已经上至这样的，但下头一看嘛，老百姓看的已经不少。我也不会举啥。假使我闷声不响，受了他是干一枪，等，那么就等死了，等才可发落有么事。不过我这样的死啦，死得太丑，而且死得了不割手。不然老百姓说起来，来不本事很少王八，很子王八们来稍微做法事啥要这样呀？啊，你这才可发落有不少那些啥人，活该啊，活该！搿个死得不方便。啥个？让我来你自家么最高读者出身，九律三甲侪夹的，后当义经，但是通识部队我侪会的。出门不人好，2到6里是6里。阿子勋不我2到53克，阿五子打喷嚏，稍微6两滴雨，搿么了，正中骂人，接得了接得。但是不落于农事，老百姓也要讲，天地良心啊，谁都真是不及高，一横王八上台的少将啊，无奈天不落，没办法，努力潇洒，作孽作孽，为了表示同情。对。不过一个字你要2到53克嘛吃不消，弄点和尚的是来南蛮地做高山，真正按照这样的呢，我当里上，带我的吩咐故意们，我当里都欢子欢声来送终，确实的和尚的是来做法事南蛮地，谁都找单纯几把高，受身到49句上台，帮助新人少这样做法事，一上规则。不要晓得是去喝便当，和尚呢，到和尚那里去海得来。高山一打，统统上天，直到这样的2半边，8号书记守定。谁不在一看到没那嘛？搿么让你上什么？晓得是啊？新人马上要上将。啥将子？到高山去走起来。到地方去，你当然走么子？那么的。有什么？新娘，你走高山走啊？来干啊！哇哇！不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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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隆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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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得请东方家业莫得心决，南方兵丁好的心决，西方刚性真的心决，北方人归水的心决，中央无极头的心决。得千四海龙王，龙子龙神，条条龙都去七水，所将大禹成本。打当起，当个起，当起都不隆起，当起不隆起，当起不隆起，起当起东不隆起，个起当起东起，起当起东起，起当起东擦过几个，哇！哦哟，来兄啊，这样的让俺们搞，那个高山做得好听的，不容易不容易啊！哦，要是多做正义的，你要上次对了，是这样子。那个山我听不清，啥听不清？多做正义的有啥道理？那帮多这个呀，都这里看见这样绝育了啦！绝育哟哟，是这样。是这样，我来听见四海龙王马上晓得嘞。搿种是我也会海改四海龙王。啊来了，啊来了，龙王啊来了。啊来不再来海了哇，53可分得了哇。什么讲不绝呀？来边这个讲啊，来古地晓得落雨改，晓得。有啥会落雨嘞？这，一浪山，一浪山。得请王母娘娘八动人心，得请南海观世音菩萨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哎呀，弄错太太，大家弄这佛教出来，弄错太太。得请风八雨时来攻地魔，得请本有本父神王土地这个老呀。
得亲昔日家当下好，17不得走中忙人。当起个不隆起，个当起个不隆起，起当起东不隆起，个起当起东起，起当起东起，起当起东擦过几个，让你听了，让上帝啥个讲？谁说听讲？17不得走中忙人啊，记出来在。要不真有本事意大利的？为啥意大利啊？那不得。来，走中记出来了，发觉工资呀。来，兄弟们懂点少啊！啊，因为你们盯盯眼睛。千万不能忘记中间人啊，一个人不能忘记根本。嘿，根本。你们不要让我们不走中哪有奶奶说。啊，在啊，不要帮啥里在。怎么帮啥里？我看门不大里，爱惜的那口，总归嘿，咣咚咣咚响。对呀，对呀，对，爱惜的那口啊。咣当咣当个风不咣啷咣啷个雨。哦哟，咣当咣当雨，爱惜口。口啊！但是个中人说实话，绝大多数在希望落雨，少特些都只有啥好吃。不晓得你都2年长了，后头经济为一个人那磨，怎么随便那想不到？嗨，县督长啊，那个老狗屎呀！东姑娘陪伴啊陪伴啊，搞个黑面孔把周周元旦不上个老娘家地大里打得一塌糊涂。俺们的为官司啊，马桶乡里啊，搞死的治理治理啊。哎，我讲可不能讨肥啊！这收一收报，哎呦，报啥要不报世人不到啊！真正报人来着，而且你上得来治理治理呀，开心啊！啊，谁都这想不到，这个声音说得来了木偶啊！阿嘎，维州人，带我的一口夫人的一个高伙子，再仔细一望嘛。哎呀，许多张眼头，不日本人开地当老板，往西往一样，上来比得这样子啊！东部西部，俺们的外国师把他3千两，我一共打算那5千两银子。我不是神仙作品，我叫龙江，但是那8万家是5千两银子，够女生那8根毛，现在真就搞不得讨呗。不管那哈，我起个头。我牛郎想，我分10日都哪有真正10年？看见立马觉得心里内疚。好了，那今朝不会落雨，哪会得落雨？这可真松脱，再过来个菜面模样，吃星期趴台上一倒嘛，对准他自家一坐下来，刚吃15点嘛，只觉得背心上热咚咚，许多家对妹妹家围过来，一看一下，啥的，这看见太阳哇啦啦。那是稳大吉。哎，杨兄啊，杨兄，趁着你们飞出来屋里等等这样。哎，天呀！你不会走天。啥个天？逼得是两百姓家混于今。那真正是分明。我来作对，那口胸个好句温柔个比，值得我两眼望亲恩天。少林林，偶是谁可不下雨？也把我发好文杀一同意，预计后让我听啊几个，不看大事特新鲜。我是这其实，我里想个讲你讲哪，像母女两高的。为一个女婿可以常常是女婿也烦，
想着心事啊，就是啪脱口而出。哎，我个大相公。哎，新娘，你老三讲呀？哎，大相公啥人啊？大相公们女婿嘛，那还打来讲。大相公嘛，谁是石相公？石相公了，天上做啥子家？天上像一个石口，哎，一落雨嘛，石口门一开嘛，就放点水出来。石相公嘛，就是过石口，总把的也是在了里水里，手巾这石匠嘛，谁能背呀石里出来？哦，是干的哩。相公。你为举功名到后来去，说句放狗食垃圾要出杂三名不为题。哎，我个徐娘娘，新娘，徐娘娘啥人家？来搞记不吧？这个徐娘娘嘛，谁是霍喜娘娘？对子，霍喜娘娘应该姓霍，哪叫徐娘娘？哎呀，那笨的啦，你霍门虚实呀，搞得这样。食之饭，与你8岁冬季啦。谁知冬居300年，要无差分离在支撑。几大姑娘，新娘，大姑娘啥人啊？大姑娘嘛，或是娘娘人啊，已经养个咋？哪个养个？天上过啥个家？那或许当中有点红个插线明不的。谁能真正石匠就大的村里多娘人一道出来叫分工当不明，你留在毛泽这里，只怕痛都给上口来。三里吧，想不得想，哎，非你俱会，生死路。嫁也是，不嫁也是，总归是谁上没得那个。这耍困来跟咪咪啦多大呼吸，那江台上就困杀了，那么困着松光到那么那哈么叫何一回事在手记载。